台嘅節目微信 FM101712345671，FM101712345671啦，就可以添加到我哋嘅節目微信號。我哋今日咧首先係歡迎翻呢就係 JD 同埋咧就係周麗芳，咁仲有咧就係 Kiko， 仲有咧就係周曉松啊。另外仲有 Ada 啦、吳友啦，同埋咧就阿 Ken 嚇，仲有快樂星球，歡迎晒你哋啊！冇錯，呢度係 FM101.7番禺電台。星期一到星期五嘅早上時間7點半鐘過後，會有番禺早精神陪住你去翻工嘅。係啦，咁啊，如果話入到我哋嘅車友群裏邊呢，亦都可以係睇到我哋嘅呢個實時嘅節目鏈接啦，就係寫住番禺電台好音樂時間。咁啊，呢度就係我哋嘅一個直播嘅視頻號嚇。記得啦，我哋嘅添加好友嘅方式就係 FM1017123567，FM1017123567就可以加到我哋節目微信啦。北京時間8點。大家好，我係藝人姚心月 Yara。陪伴係最長情嘅告白。FM101.7番禺電台，時刻陪伴喺你嘅身邊。陪着你走，一生一世也不分，天天編出兩雙足印，過千山過千海。天天交警提醒您，大家好，我是番禺交警一唱。女生爱用的鲨鱼夹貌似很方便，殊不知也会成为伤人利器。一般来说，鲨鱼夹会佩戴在后脑勺，这个位置由脑干和小脑负责控制人体呼吸和运动中枢等重要生理功能。当跌倒或遭遇撞击时，鲨鱼夹可能变